大家新年快乐！我叫八千万将。上期呢，我拍了一个关于小贝讲那个不符合布达拉宫历史的故事啊，我没有说错。那个视频呢，30多万人观看以后就不让看。他确实讲错了啊，他说无字碑是建完整个布达拉宫以后建的啊。为什么无字啊？因为是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。这两个说的都不对啊。第一，无字碑确实是建完红宫以后再建的，但红宫呢不是布达拉宫的最晚的建筑啊，它后边还有那个13世灵塔殿，有很多。为什么无字呢？因为迭西三吉雅措建完红宫以后，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啊，也是五世逆丧期间啊，所以没有刻字。然后呢，我去年呢用半年的时间啊，拍了布达拉宫的16期啊，讲了很多布达拉宫的历史故事。本来我想拍完那个汉语版啊，再拍英文版，再拍藏语版。然后我拍完那个布达拉宫材料来源以后呢，拍那个布达拉宫最晚建筑的时候，我停更了。我是由于时间不够啊，没拍。后面呢，我还会继续找时间来拍布达拉宫的历史故事啊。我也是希望来这些西藏旅游的人们啊，他们不仅看到了美丽的景色以后，还能一些知道很多美妙的历史故事。最后呢，谢谢大家。